台二线淡水往台北的路是真下真细条，常常塞车。在淡北道路的工程延28年，今仔日总算动工，预告2009年通车。不过，居民烦恼讲，这施工颠倒会害交通乱糟糟。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公车捷运的车帮拢会增加，而且嘛有替代道路来消除交通的问题。 淡水去台北的台二线，毋但是平常时塞车，伫假日的时阵，游客要来淡水耍，塞车的情形更加严重。为着要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已经延了28年的淡北道路工程，车里正式动工。坚实永固，奠基成功。 因淡水到台北的台二线路较细条，而且只有一条连外道路，中央也阁有超过11个路口，加上最近几年人口增加真紧，尖峰时段塞车的情形真歹解决。 上下班假日都非常的塞，光是到台北的话，可能就要花费40分钟以上吧。上班时间从6点半到8点，这是高峰，早高峰。那晚高峰的话，大概是从5点半到8点。 淡北道路计划进程因为环评问题定卡关，行政院伫1月14日总算是核定修正计划，总经费103.4亿，中央负担59.02亿，地方负担44.38亿。啊，不过有在地居民就烦恼，这施工期间交通会更加塞车，嘛有北道的居民是烦恼，到时阵这个车拢会走去大道路甲大业路，造成北道大塞车。 公车、捷运班次的增加，以及号次、秒数的调整，我们不会缩短、缩减整个路廊。同时，我们会跟台北市不断的沟通，交为计划。台北市的北投地区对于整个车流就是说认为说快速的引导到这个北投地区还是有些疑虑现有的关渡的这个大桥的上游300公尺处。 来规划，再做一个关渡的新桥。工务局强调，会以维持3个车道，甲暗时施工为主，嘛已经规划3条替代的道路。过年了后，会来召开这专区的说明会。估计这个淡北道路会伫118年来通车，望再来提升这个淡水连外交通的便利性。记者欧良吴家宝 SNG 小组新北报道。